2、3，轉。哇！你踢呢個喎，你踢一次1、2、3轉，扭踢 yes good 嚟包面，準備1、2、3轉 yes very good 包面，準備1、2、3 yes very good 好多包面，準備踢完波擺上嚟嘅時候睇1、2、3，擺上嚟呢度，踢完擺呢度知唔知道？即係先搭翻嚟包面，準備1、2、3踢 OK good 包面，踢多5下俾我啦，準備1。好好包面。2，轉個頭，攞個腳變咗包面。嚟多一次，2轉扭 ，yes very good 包面，轉同埋扭啊，記得3，眼睛望翻住包面，準備4，只用波踢佢咁咋，嚟多次包面，埋少4，yes good 包面，5。OK，good 位咁記得噶咯喎。好啦，咁你一翻嚟踢左腳得唔得？